观众朋友，早，欢迎收看12月2日早起新闻，我是朱英晓。新闻一开始，咱先来关心疫情。昨是增加20个带病入境，另外佫验出11个未着奥密克戎的病例，拢是进前境外个案。即马国内也已经累积到27个咯，拢是有注过疫苗才感染的。另外，中研院 P3 实验性的感染事件调查的结果也出来了，外部专家认定有4大过失。指挥中心会按照传染病防治法来甲中研院罚15万。环保局人员除了和夜市的顶仔卡来大消毒，而且规条街路会暂停营业到25拜六下晡3点。因为指挥中心公布案例16981亿境外移入个案，在确诊进前捌来过这夜市啊。就是今天完全停止营业，一直到明天下午3点。随着近年海外转来台湾的人愈来愈多，指挥中心伫拜五公布新增加20例境外移入的确定病例，创下近年的检疫专案实施以来一天内底上多。另外，Omicron 变异株这礼拜佫再增加11例，总计国内已经有27例病例，拢是突破性感染。其中14例是脑疼甲咳嗽这症状。另外比较特别的是，其中一例出现食物件无味，也是国内头一摆看到的。有一位他有这个味觉异常的症状，他同时也有咳嗽、喉咙痛、腹泻跟肌肉酸痛这些症状，所以这一位他的病毒量也算是比较高 ，CT 值是18。另外，因应 Omicron 变异株的威胁，指挥中心对拜五开始开放第3档疫苗。因此无共厂牌，有专家表示，国际研究发现，无论做多种疫苗，中和抗体拢会随时间来消退。不过，这要追加第3剂，就使有效来中和 Omicron 的变异株。基于这个免疫生成的一些研究的证据我们就是认为强烈建议就是民众应该在这个符合施打的这个条件，就是5个月之后可以来施打这个第3剂。对着今年的检疫方案，未少人选7+7+7，也是10+4+7，等于厝来检疫。指挥中心提醒，伫厝检疫甲伫防疫旅馆同款，禁止出外，也袂使甲厝底人来接触，连开房间开工拢袂用的。检疫的人换洗衫裤，会使等检疫期满再过来洗。房间内底粪扫嘛要包好，莫渗漏，再搁放伫房间外口。在家里是1人1户的，那你的活动的范围就以户为原则，1人1室，你活动范围就以室原则。那如果有同住的家人，那当然必须要打满2剂的疫苗。另外，外界关心的中研院 P3 实验室为着调查结果也公布外部专家认为，在实验室另外的部分无依照规定穿4级的防护装备，包括 M95 实验。伫进行实验操作，无依照标准的流程使用生物安全规格穿烫防护装备。生物安全会部分无依照感染性生物材料管理办法的规定，每年落实内部执行。无落实 P3 实验室新进人员相关的训练考核。所以讲，指挥中心会依照传染病防治法，对中研院裁罚相关代票15万块。记者综合报道。最近食清万项是一直拢咧起价，即马连卫生纸也要起价咯。国内做纸的公司永丰有表示，因为纸浆等原料拢起超过4成，按算伫咧旧历的过年了后，卫生纸就要起价，可能会起到8%，而且清洁用品也会对咧起价。永丰鱼事业下开卫生纸有5月花周前得去等品牌，先开出起价第1称，按算农历过年了后要起价，平均起8%。目前原物料占比最高的浆、包材、能源均有年增长超过4成以上，甚至部分竟倍增，将于农历年后进行适度的调整。其中，台湾8成消费者主要购买的商品抽取是卫生纸，涨幅平均约8%。卫生纸要起8%，已经未少人去大卖场补货，讲通货膨胀压力愈来愈大。不止食物件起价，就连日用品、卫生纸也起价，生活压力真大。5月花好了，289，5月花不错了。这个农历年后要涨了，你知道吗？不知道，最好不要涨。卫生纸是一个很常用的东西，尽量不要涨。说大人说少用点卫生纸还比较贵，小朋友比较没有办法。国内卫生纸的介绍，一罐24包100抽来算，永丰鱼5月花大卖场卖289块，那过年后要起8%，就超过310块。金百利克拉克旗下品牌所价卖上贵318块，而且6月时阵，明版卫生纸已经起价，起的幅度有36%。
另外，正农旗下邀请节品牌春风一罐24包100抽大卖场卖299块，伊强调目前暂时无起价计划。成本结构也是相同的。2年来，其实我们的姜的价格也是很高，运费成本啊这些都涨嘛，能源成本也都涨了，大概也是在农历年后吧。不止卫生纸要起价，影风仪下骹的清洁用品，橘子工坊也计划起5趴到8趴，民生物资全面的起价。农历过后，通货膨胀压力愈来愈大。记者综合报道。台经院公布上新的景气动向调查。11月份的制造业、服务业和营建业，因的业绩拢有增加，景气是袂歹。今年的经济成长率预估会超过6%。不过，明年的消费者物价指数恐惊会继续超过2%，也就是讲，按算到明年的第3季，通货膨胀的压力才会较稳定。另外，台股昨一时间冲超过18000点，这也是历史上上悬的。台经院公布11月份营业气候测验点，国内3大指标产业、制造业、服务业、营建业拢有起悬。对未来半年景气讲乐观还是平平啊？整个经济开始不断的在复苏，因为台湾的疫情控制得非常的好。今年的年底，我们台湾迎来了3个产业丰收的一年。台经院预估今年经济成长率是6.1%，2021年也看上4.1%，是国内所有经济研究机构中上乐观的。不过今年下半年物价压力持续变大，11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来到2.84%，创下9年来新高。国会会注意经营性进前预测，通货膨胀压力可能要到后年才会缓和。台中医创办人刘太英甚至认为可能出现恶性通膨，不过台经院院长张建义认为，目前是属有输入性通膨，预估第3季度会缓和。国际原物料价格还是持续在高档，那国内的输入性通膨就会受到影响，而且经过叫调薪的规模人数事实上是相当多，所以这个会增加很大的购买力。我们的那个5倍券还到明年4月，明年可能搞不好我们的 Q1 就有机会又看到2。另台股无受影响，伫中小型股带动下，盘中捌冲破18000大关，上关来到18039点，创下历史的新关键。不过量能无够，中昼盘有小可卡点，中场收伫17961.64点，起14.98点，成交量干那2425亿。因为美股目前还是一个多头格局，外资在这段时间可能还会持续加码，所以对于台股基本上相对是有利。台经院认为，台股基本面真强，虽然受到国际股市影响，趋势是真悬。不过，证券分析师表示，台股已经起真济啊，再加上最近美国通膨压力大，联准会要搁升关利息，一旦 QE 退场，资金缩起来，大盘恐惊爱受价。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天气，今仔日早起受冷气团的影响，北部甲东北部的天气拢反冷。透早的上低温出现伫桃园是14.2度，就连玉山伫拄则6、7点的时嘛已经落雪啊，带你来看温度。受到冷气团的影响，自昨暗开始，北部甲东北部的天气反冷。拜六、礼拜2天，各地天气拢较寒。礼拜暗时伫北部甲东北部阁有金门，甚至可能会降到10度以下。今仔日早起玉山也已经落雪啊，这位讲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咧，拢有可能落雪。另外，伫北部阁有东半部，今仔日有关系有短暂雨。伫基隆北海岸、大台北的山区，雨会较粗，提醒民众出门得爱穿雨伞，也会记得扎雨伞。再来带你来看今仔日的报纸，咱先来看《中国时报》。今年全台年均温有24.29度，是平均气温历来第7高温的。其中北部明显有较烧热，台北站年均温有24.16度，是设站以来的第2高温。接下来是《联合报》，今年摕到这个人生中头一个奥运银牌，排名世界第1的柔道男神杨永伟，这届摕到体育运动精英奖，伊的上最佳男运动员。伊也讲这是新奇的一年。也拿最佳女运动员是由亚东的女神桂幸纯来第4届摕到。落尾是看《自由时报》，立法院昨三读通过就业保险法、军人保险条例、志愿士兵服役条例，阁有公务人员的保险法。这4条法律的修正案拢通过。即嘛是讲爸爸甲妈妈，就是翁仔某，拢会使拢领到育婴留职位无薪水的津贴。
美国总统拜登即马是签即个防止强迫维吾尔人的劳动的法案，未得带条件来限制新疆的产品进口到美国。美中的关系又搁变甲搁较紧张，而且中国也随起某卖批评美国是用新疆的议题来起诉空，根本就是咧干涉因中国的内政。我伫圣诞节进前，美国总统拜登发布声明，表示已经签署防止强迫维吾尔人的劳动法。未来新疆的产品必须得到美国认证，产品无开设强迫劳动，若不会全面来禁止进口。另外，这项法案在美国参众议院一直通过，送到白宫只有3天的时间就得到拜登来签署，也搁再加大美中紧张的关系。美方行径完全违背市场规则和商业道德，纯属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们奉劝美方立即纠正错误，停止利用涉疆问题散布谣言，干涉中国内政，遏制中国发展。中方将视形势发展，作出进一步反应。新疆主要出口产品包含棉花、太阳能板原料、多晶矽，也有柑仔蜜，拢被制定为法案优先执行的项目。根据美国海关甲边境保护局表示，去年对中国所进口的棉花大约是90亿美金。另外，伫拜登签署法案之前，美国半导体大厂英特尔要求供应商卖采买新疆的产品，引发中国网友的不满甲批评。英特尔被逼来下失礼。白宫是强调，美国公司无需要为捍卫人权而下失礼。I can say as a general matter that we believe the private sector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should oppose the PRC's weaponizing of its markets to stifle support for human rights. We also think that American companies should never feel the need to apologize for standing up for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or opposing repression. 另外，根据中国媒体报道，美国零售商沃尔玛旗下的山姆会馆商店的 App 已经把新疆的产品全部收来。伫找新疆能力的时阵，相关的产品拢找无咯。记者综合报道。咱也转来看国内的消息。顶个月伫台中有一个大学生，伊赛车甲一台跑车相压，煞互车顶的3个查甫人拍甲剩半条命，重伤大院。即马台中的地检署是甲现场的主嫌依照杀人未遂甲强制罪来起诉。另外，姓李甲姓陈的共犯是按照伤害甲强制罪来起诉。受伤的大学生伊妈妈是认为讲，这判刑伤过轻啊。伊的囡仔虽然已经出院，不过心内会惊，唔敢出门，搁伫咧厝内咧疗养，无法度去上课。顶个月初七4送查甫大学生开车经过台湾大道荷兰路口，为快车道切慢车道，甲一台跑车相压。车顶3个查甫囡仔用机关攻击个男大学生，其中现场的主嫌搁加掠条的杠头，致使着重伤。边仔姓李甲姓陈的共犯，检方当即侦结起诉。另外2位李姓、陈姓被告原本跟张姓被告是基于伤害强制的犯意为伤害强制等犯行。是后来因为张姓被告自己一个人独自基于杀人未遂的犯意，以脚猛踹被害人的头部。检方依照杀人未遂罪甲强制罪起诉姓张的主嫌，姓李甲姓陈2个共犯依照伤害甲强制罪起诉。但是姓张的主嫌也反控告姓宋的大学生牵涉到伤害，检方以无起诉处分。重伤的查甫大学生妈妈真不满，姓张的主嫌想要讲是相拍。根据行车记录器判断，3人拢有出手拍男大学生，应该是牵涉到杀人未遂。其实他们2个也都有动手了。只是可能不是打，而是推。其中一位，他是用手很用力的把我儿子的头整个推往地上摔，所以说，当然我会觉得说这样子判可能是有点轻啊。大学生的妈妈烦恼，捏做轻判对类似的行为无法度有吓惊的作用。虽然这个姓宋的大学生出院休养，不过身心拢受到真大影响，就连出门嘛唔敢，目前还搁伫咧休学，是不是会当回去好好上课，都要看后续恢复的情形。若是警方第一时间无依照现行犯移送，是不是有牵涉到失职？检方表示已经另案侦办，台中地法院也召开羁押庭，认为姓张的主嫌所犯的5年以上的重罪，裁定羁押禁见。另外2个共阵的裁定羁押。记者综合报道。即卖又搁传出彼得犬咬人的意外，亲像伫婚林有一只彼得犬冲出去咬骑脚踏车的80岁阿公，搁有送批邮便书。
婚姻馆的董事长洪义所表示讲，教我家人主人也有责任，会以动保法来处罚，相当会罚到15万。 2月3号下早9点外，一名80岁长者骑着铁马，经过云林埔中乡中正路，向向被警方走来比特犬直接夹伤脚部。虽然女事主在边仔赶紧要抱条狗仔，但这只比特犬看到边仔散配油菜，佮转向攻击。好在这2名伤者送病院治疗后无大碍。想要帮那个老人因为老人70、80岁了。对，脚后跟了。脚后跟被咬伤，被吓到了。2位民众。 然后分别咬伤1位老先生跟1位邮差，那2位都是在脚踝的地方被咬伤，同时被送到这个弱势医院来诊治，目前没有什么大碍。事主唔愿出面说明事发原因，云林县党支部洪义所表示，经过调查，这只比特犬饲主已经饲1年外嘛有登记，平时嘛拢会拔掉的，唔知有甚物会挣脱。至洪义所收集相关事情后，以违反动物保护法第20条。 会当处3万至15万罚款，都应该有成年人来伴同啊。那也同时也应该做好这个防护措施啊。但是这两样这个必要的这个条件通通没有达到，那恐怕续主的方面来讲的话有违反到这个动保法的这样的一个嫌疑。洪义所表示，比特犬为明年3月1号开始是指定禁止饲养还是狩猎的动物。 必须要在2023年2月28号完成申报备查。至目前云林县内已经完成登记比特犬有123只，饲主总共有97人。记者云林报道。民进党为着要推行新竹县市合并升格，进行地质法的修法，增加草案列入去议会报告事项的第1案。不过，民进党团煞临时提案，讲要进行离土。国民党为着要阻挡现场也起冲突。 落尾是下晡经过调研的表决，才把这个修正草案交予委员会来审查。表决结果：出席101人，赞成45人，反对56人，弃权0人。 赞成者少数。在野党要求将地质法修法草案退回庭事委员会，叫民进党团以人数优势否决。民进党团并新竹县市合并升格，开始进行地质法修法，而是早起先通过确认议程，将地质法修法列作讨论第1案，随时阁直接交付议途。河南营起甲长期的主席台，双方捌发生相杀冲突，议事也中断。 调解立委下晡表决了后，将草案交付内政司法甲法制委员会审查。原本有无共意见，总统出来统合各派系了后，已经全力支持。不过也主张最好配套修法，包括2年来完成行政区违法，也甲财政收支违分法的修法甲立法。 只要是城市核心量能，还有条件具备，甚至是民意支持，我们都是持开放、可以讨论的空间。原本地质法第4条第1项条文规定，人口要达到125万人以上，而且在政治、经济、文化甲都会区域发展有特殊需要的所在，会当设立学区。民进党团修法将而且的车改做黑，和在野党批评是为新竹市长林志坚无受连任限制遮盖。 这样的话，我就建议民进党建议柯总召直接修改地质法56条，把县市首长的竞选连任的限制把它拿掉。听听看，在一些民间的声音、专家学者的声音，真的不需要急着在这个时候为一个人的官位、为一个人的政治去修法。 也是民进党团进前提出明年度中政府总预算案直接交付议途，引起在野党的不满。议会已经通过民进党复议案，退回各委员会审查，要拼春节前伫临时会完成三读。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甲日本合作的新创歌戏《阿波兰》，今暗就要伫画舞营的室外舞台演出。这是日本艺术家甲南台湾3大歌戏团的合作。 以台湾原生的兰花阿波兰做主题，甲歌戏甲当代艺术做结合。这摆演出的票也一声着互民众讨了了啊！阿波兰是台湾原生的兰花，这个故事就是对阿波兰开始。这是台湾日本2边的艺术家下领域的合作。
创作出这出全新的歌戏。要安怎甲台湾传统的歌戏甲当代艺术结合，对创作歌戏剧本歌词的老师来讲是上困难的代志。歌仔戏它是一个比较古典的，那这个题材呢却是比较现代的。好，那所以我们在创作过程里面就一直在思考，怎么样把一个现代的题材，然后转化成歌仔戏的一个语言啊、唱腔来做一个表现。这个是一个台日共创，这个是很不容易，把台湾的歌仔戏推到另外一个境界，然后在南部的3大天王共同飙戏这个是卖点。为着这摆演出，咱台湾3大歌戏团的天王张秀琴、郭春美佮陈昭香，真难得伫同一出戏做伙演出。这兰花慢慢的凋谢了以后，嗨呀，要安怎？后来较知影讲，咱既然爱惜伊，咱就要互伊伫咧原生原种的所在，唔通安尼甲糟蹋掉。随望拄着疫情，阿波兰改到25暗时，伫高雄卫武营户外剧场演出，所有票已经互民众讨了啊！主办单位特别开放草埔，互其他的民众嘛会当来欣赏阿波兰伫卫武营开花的美丽。记者陈嘉文、赖伟做高雄报道。天气报你知，带你来看今仔日的气象资料。北部地区是14度到17度，中部地区是14度到22度，南部地区是17度到25度，东部地区是14度到22度。外岛地区是10度到20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朱英晓，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